以前嘅我就一直認為自己係一個完全唔會痛經嘅體質，因為大學畢業之前呢，我就一直都冇呢個困擾。但係後嚟唔知道幾時開始就開始有經痛啦。而最近呢一兩年，其實我已經覺得自己已經少咗好多痛經嘅次數㗎啦。而最令我破防嘅就係上一兩個月有一次係由早上開始痛，一直痛到夜晚都係瞓唔着。而呢一次嘅經痛亦都令我重新再審視我以前嘅生活習慣同埋而家生活習慣最大嘅區別係啲乜嘢。亦都慢慢令我自己摸索出咗一套適合我自己嘅一個緩解痛經嘅方法。而喺姨媽期嘅前後，其實我自己會主動去減少以下呢幾類食物嘅。咁第一點呢，就係喺姨媽期嘅前一週，我主動會減少一啲冷飲嘅攝入。呢一點呢，就係我覺得係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嘅一點。甚至一啲啱啱從冰箱入邊攞出嚟嘅一啲水果，我亦都會等佢回溫到室溫，我自己先會食嘅。而呢一個點呢，就係我自己覺得去調理痛經最重要嘅一步。咁第二點就係喺姨媽期前一個星期去減少咖啡因嘅攝入，所以而家臨近姨媽期，我自己都會去減少一啲咖啡啊，或者濃茶，甚至係一啲含有咖啡因嘅食物。咁第三點呢，就係姨媽期之前嗰一個星期，我自己亦都會減少去食一啲寒涼嘅食物，譬如而家夏天好多人中意食嘅苦瓜、冬瓜、芹菜，又或者係一啲綠茶、西瓜呢一啲食物呢，我自己亦都會減少嘅。咁除咗避免以上嗰三大點嘅一啲食物之外，我自己都會增加相對應嘅一啲食物。咁第一點呢，就係要補足足夠嘅鎂啦，呢一點亦都係我覺得好多人會忽略嘅一點嚟嘅。而補足一日所需嘅鎂元素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事，只要我哋每一日食大概一把嘅南瓜子同埋一把嘅一個杏仁，再加埋一盤深色嘅蔬菜，再飲一杯黑豆打嘅豆漿，跟住再食1到2塊70%以上嘅朱古力，就可以補足我哋每一日所需嘅鎂㗎啦。咁下一點呢，就係要補足足夠嘅維生素 B， 因為維生素 B 其實都可以緩解我哋一啲經痛嘅問題。咁含有維生素 B 豐富嘅食物有深色嘅綠葉蔬菜啦，同埋一啲肉類啊、海帶啊、紫菜，其實都有好豐富嘅維生素 B 嘅。咁第三點呢，就係暖宮啦。暖宮嘅話，其實我哋要注重喺姨媽期之前一個星期暖宮，呢個效果就會比我哋嚟姨媽之後再去飲一啲紅糖薑茶會更加好。就好似我咁，我自己嚟姨媽之前一個星期，我一定會每一日會堅持去飲一杯薑茶。咁當然啦，我自己飲薑茶，我都會飲翻自己研發嘅香芒薑茶嘅，既唔辣喉嚨啦，又有好豐富嘅熱帶芒果香味。而等姨媽期結束之後呢，我自己會着重於補血呢樣嘢。咁補血嘅啲食譜其實我之前已經發過唔少噶啦，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就可以喺我嘅主頁度翻一翻就已經 OK 噶啦。譬如五紅湯啊，或者一啲牛肉湯，我自己之前都有出過嘅。咁個人飲食部分，其實我自己亦都會有3個一啲生活嘅小習慣係會有堅持嘅。咁第一點咧就係一定要保暖，尤其係我哋而家每一日都喺空調房入邊，即使平時覺得唔凍，我自己嘅習慣咧都會多帶一件外套。咁同埋最重要咧，就係令我哋小腹唔好去受涼。咁下一個小習慣咧，就係我會喺姨媽期之前一個星期會浸腳嘅。咁喺浸腳水入邊，我亦都會習慣去放一啲生薑啊，咁亦都會更加好咁去驅寒。而浸嘅時間大概喺20分鐘左右，浸到個身微微發熱就 OK 噶啦，就唔使話浸太耐嘅。而嚟咗姨媽之後咧，我自己就一般唔會再浸，而更加注重咧就係營養補充同埋喺休息上面。咁講到最尾，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去改善痛經呢，其實唔係話靠一朝一夕或者係某一個神奇嘅方法，而係將我啱啱講到嘅一啲小習慣啊，同埋飲食嘅一啲方法融入喺我哋日常嘅生活入邊，就會更加好。好啦，咁今日嘅分享呢就到呢一度。如果大家仲有啲乜嘢關於痛經嘅問題，亦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分享俾我。我哋下次見啦，拜拜。